睇下佢隻樣。見到啦 ，Checkpoint 1，本社碼頭，依家6:02。我可唔可以跑埋去昂船洲大橋橋底嗰邊呢？我諗該覺得遲嘅，試下跑過去。初三同個夕陽一齊跑，希望影到日落啦。最終6:15跑到嚟昂船洲橋底，都係趕唔切個日落，太陽已經落咗啦。唯有下次再跑過嚟啦。返到嚟呢個交叉點啦，就去到麗盈街，咁我可以轉返入去呢個長沙灣海濱公園啦，再去經呢個海帆道，再經南昌公園返去港灣豪庭啊、南昌嗰邊都得嘅。又或者我呢度跑過去深水埗運動場，內街嗰條路返返去又得。咁我覺得係跑內街嗰條路啦。跑內街呢條路就可以練斜路，因為呢條天橋係有條好斜路，跟住嗰邊就係平時跑站啊、荃灣會經過嘅